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中原地產沙田廣場分行陳小姐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好運中心一個柏林閣低層 E 單位，咁一個向西南嘅一房單位，面向西南嘅，咁望翻個開揚嘅沙田市中心嘅景觀，望翻沙田中心同埋好運中心嘅內園景，好開揚嘅。咁單位亦都有企理嘅裝修，稍為翻新下就可以住啦。價錢而家400幾萬啫，開價460萬，睇啱可以再傾。業主亦都可以放租嘅。我哋先睇單位價格同埋內容先。一入到嚟大門口就見到客飯廳。呢個單位係原裝嘅。兩邊窗都係向翻西南，呢度係個客廳位，有窗台，窗台冇計到實用面積嘅。景觀主要望翻係好運中心嘅內同埋前面係沙田中心嘅遠景，有對流窗嘅，兩隻對流窗都可以開嘅，有做到對流風嘅。我哋先睇呢個廚房嘅位置啦。廚房都係原裝，有一個雪櫃位同埋洗衣機嘅凹位，可以明火煮食。廚房就冇裝修，都需要重新裝修啦。旁邊就係呢個浴室，浴室業主有裝修過嘅，好新淨嘅，做咗防水。換咗企缸，加咗玻璃，有窗嘅，相當之新淨嘅浴室。我哋睇埋主人房，主人房可以放到雙人床，亦都預留咗個衣櫃位或者梳妝台位置。我一齊睇睇個景觀，主要都係望翻呢個好運中心同埋沙田中心嘅景觀。呢個單位完全冇任何入牆家私嘅。